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十分鐘健康狗狗，我係 Melody。你有冇試過每日返到屋企，隻狗已經準時坐喺門口等你，好似佢有鬧鐘咁準？你可能會諗，隻狗係咪真係識個表，定還是喺靠第六感知你返嚟？今日呢，我哋就講一個好神奇但有科學根據嘅問題：狗狗係咪真係識咁時間？答案係，狗狗雖然唔識咁鐘，但佢哋確實有一種時間感知能力，而且唔止靠一種方式，仲係用身體環境變化，甚至你屋企嘅氣味濃淡嘅預測時間。首先講科學，2011年瑞典研究發現，狗狗分得出主人離開30分鐘、2小時同6小時之間嘅分別。當主人離開得耐啲，狗狗再見到主人時嘅興奮反應明顯更強。研究團隊推測，狗狗係根據氣味衰退曲線 （Smell Decay Curve） 感知時間嘅，即係話你出門之後，你氣味會慢慢由強轉淡嘅。狗狗大腦咧就會將氣味淡咗幾多，同你大約會翻啲嘅時間連結起嚟，變成一個時間提示。第二，狗狗對每日固定節奏好敏感。如果你每日6點翻屋企，開門聲、升降機嘅噪音、街道嘅燈光變化，全部都可能成為狗狗腦中嘅時鐘線索。狗狗會記住咧呢啲聲，呢個光暗定聲，主人翻嚟時間夠啦。仲有狗狗本身都有一種日夜節律啦。Circadian rhythm 即係一種內置嘅生物鐘啊，類似人類起身啦、慳角啦、肚餓時間咧，都大約固定一樣嘅。佢哋會根據自己每日作息習慣，推測下一個重複事件幾時發生。主人返屋企對佢哋嚟講就係一個重要又充滿獎勵性質嘅事件，所以佢哋學得特別快。不過咧，值得留意嘅係，如果你突然轉工搬屋返屋企時間唔穩定，狗狗會有一段時間唔習慣，甚至有啲會出現分離焦慮症狀。咁佢哋唔知你會唔會返嚟，又冇時間咁參考，就會變得不安或者焦躁嘅。如果你想幫狗狗建立好嘅時間感知，可以試下每日固定時間散步、餵食、簡單訓練，同埋返到屋企時俾嘅儀式感。講句我返嚟啦，摸一摸佢，定時帶嚟玩10分鐘。久而久之，狗狗就會 clock 住你返嚟嘅節奏。總結一下呢，狗狗唔識嘅表，但係佢哋可以透過氣味變化、環境線索、生物鐘，加埋每日你重複行為，推算你會喺幾時返嚟。佢哋嚟講，主人返嚟就等於時間完成咗一個循環啦，所以一到你平時出現嘅時間，佢就會自然期待啦。下一集呢，我哋會探討一個更加迷幻嘅主題：狗狗夢到嘅咩？佢哋冇覺會唔會睇住你，唔好錯過。我係 Melody，呢度係10分鐘健康狗狗，下集見。